平時食飯你會點食嘢㗎？係一邊做嘢一邊食？係撳住電話送飯？有冇試過食得太匆忙，忙到好似自己連食咗啲咩都唔知嘅呢？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可以喺食嘢嘅時候，用靜觀嘅方法去品嘗一下第一啖。你並唔需要用額外嘅時間去做呢個練習，你只需要全心全意專注喺呢一啖，咁就得啦。如果你已經預備好你嘅食物，我哋而家就開始呢個練習。請你專注咁望住你嘅食物，仔細咁觀察佢每一個部分細節。佢嘅色澤係點嘅呢？佢嘅表面又係點樣嘅質感呢？繼續觀察佢，就好似你從未見過佢一樣。你可以試用手指或者食具掂下佢，感受一下佢帶俾你嘅觸感。佢係軟嘅，係硬嘅，撳落去有冇彈性？佢嘅表面有冇黏性，定係滑潺潺嘅呢？繼續去留意佢嘅觸感。而家嘗試用鼻去聞下呢件食物，仔細咁感受佢嘅氣味。慢慢將佢放到你嘅嘴唇上，然後輕輕咁將呢件食物放入你嘅口入面，先唔好咬佢，感受一下佢喺口裏面嘅感覺。例如佢嘅溫度、佢嘅重量。佢而家嘅味道係點嘅呢？你可以感受一下佢嘅觸感，例如你可以嘗試將佢轉動到口腔唔同嘅地方，或者輕輕咁用牙齒觸碰一下佢。而家你可以慢慢咬開佢，留意食物喺口入面嘅質感，同埋散發出嚟嘅味道。慢慢咁去咀嚼佢，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口入面嘅口水、食物嘅大細同質感，又可以一路留意下味道嘅改變。最後，你可以吞咗佢，探索一下吞咗呢一啖之後嘅感覺，感受佢點樣慢慢移到自己嘅喉嚨同胃部。好，我哋已經完成呢次嘅體驗練習，你可以選擇繼續用呢個方法，或者用返你平時嘅方法去食埋呢一餐。希望你每次食嘢時候嘅第一啖都可以好好去品嘗。如果你對呢一種靜觀嘅生活態度有興趣，你可以登入我哋嘅網頁或者 App，免費體驗靜觀嘅自學課程。